先来关心的是清明连假，今仔日是第2天，早起各道除了有一寡路段有卡塞，其他拢正正常。高公局表示讲，今仔日呢，大家开始要落南，所以尽量爱闪开到塞车的时段。也那上北的方向，即马各道5号是预计会开到半暝。另外，天气的方面，今仔日全台呢拢是多云好天，西半部上热是有26至29度，明仔载开始水气就会豆豆啊增加。 清明连假车潮出现，第一天3号交通量是平常时的1.3倍，来到118.8万车公里。高公局有估4号小可增加，达到119.8万车公里。下早部分路段车侪，南港联络道是变成自爆，北区、中区某部分南向路段车侪塞车，建议南向用路人中昼过后了后才出发。 有关国道5号下道开始北向的车侪，在国道5号的宜兰到坪林路段，从下午2点后预计会有车流涌现，预计将拥塞至深夜时段。天气方面，4号全台湾是好天到侪云的稳定天气，西半部高温的来到26到29度，东半部因为云量偏济是22到25度。不过半暝开始，华南云系慢慢啊刷入来，5号礼拜六开始水汽增加，那温度 水汽配合3500公尺以上关山有落雪机会，平地高温嘛明显下降。相比今天会有6度之差，明天的高温可能是只有20度左右，在中南部地区也只有23度，所以明天的话还是要请大家留意，可能会有一个温度比较大一点的变动的情形。礼拜一上班日是开始水汽多一礼拜。 那受到华南水汽东移影响，整周都会是比较偏湿的状态。气象专家林德温嘛伫面册指出，连假过了的后礼拜天气落雨机会大大增加。已根据欧洲上新模式模拟结果指出，连续落雨的天数会相当长，会达到5到6天落雨天气。落雨过程会有单雷公、冰雹，佮有强阵风等激烈天气现象产生。公司新闻林俊梅、彭耀祖台北报道。